成，老师好。你这首歌唱上好一句，就是上尾最后一字。阮的感情要喙像土，迄个土的迄个滑音，滑得非常的漂亮。被吹相头。真的太好了，这个一个小朋友会当将这种的感情安尼诠释，我觉得很不简单。但是你这少岁，你这几岁尔？你9岁尔，你哪会想要选安尼歌？你较介意感情歌吼？对。哦，好，开感情歌。阿星，老师好。哦，你声音的穿透力太强了，好厉害！阿星今天唱的，除了声音穿透力很强以外呢，整个拍子啊、音准啊，整体我觉得很棒，很厉害。